大家好，清明時期就嚟啦。我相信好多基督徒朋友，尤其係啱啱信主唔耐嘅弟兄姊妹，心裏面都好糾結一個問題：今年清明，我到底要唔要同屋企人一齊去掃墓？去啦，怕得罪神；唔去啦，屋企人話你不孝，話你信咗耶穌就忘本。呢種兩難嘅處境，我真係好明白。可能你已經因為呢個問題同屋企人嘈過交，亦可能你喺教會問過牧師，點知發現教會裏面嘅弟兄姊妹意見都唔統一。今日呢期視頻，我嘗試將呢個困擾華人基督徒好耐嘅問題同你講清楚、講明白。我會話俾你知乜嘢可以做，乜嘢絕對唔可以做，同埋點樣同屋企人溝通，令你既可以持守信仰，又可以表達孝心。如果你正喺度為呢個問題煩惱，請你一定要睇到最後。好，我哋開始。第一部分，先將概念搞清楚。首先，我哋要將幾個關鍵詞搞清楚，因為好多時我哋之所以糾結，就係因為將唔同嘅概念溝埋一齊。掃墓、踏青、拜山呢啲係中性嘅。先講掃墓。掃墓呢個詞字面意思就係去墓地打掃清理，係咪？除下草，抹下墓碑，整理下環境。呢個行為本身其實係中性嘅，就好似你喺屋企打掃衛生咁，完全冇宗教色彩。仲有踏青，清明節正好係春天，好多人掃完墓會喺郊外行下睇下風景，呢個就係踏青。呢個就更簡單啦，純粹係休閒活動，同信仰完全冇關係。所以你睇，去墓地呢件事本身唔係問題，問題在於你去咗之後做乜嘢。仲有講下拜山，呢個係廣東香港嗰邊嘅講法，其實就係去山上掃墓嘅意思。雖然有個拜字，但係好多時候佢就係指去墓地呢個動作，唔一定包含宗教儀式。但如果講拜山，有時會引起人哋嘅誤會，以為你去山上拜祭，所以以免引起誤會，絆倒其他人。我建議基督徒唔好用拜山呢個詞，祭祖、祭祀、拜祖先呢啲係宗教行為。而家我哋睇另一組詞，祭祖，呢個就唔同啦。祭祖係乜嘢？係通過宗教儀式向祖先獻祭，祈求祖先保佑。注意呢幾個關鍵詞：獻祭、祈求、保佑。咁樣就將祖先當成神明咁拜啦。祭祀嘅範圍更廣，包括祭天、祭地、祭神、祭祖。核心特徵係乜嘢？係相信被祭祀嘅對象有超自然能力，能夠影響你嘅生活。拜祖先就更明顯啦。喺牌位前叩拜、上香、擺供品、燒衣紙，呢啲行為背後嘅信念係祖先嘅靈魂仲喺度，佢哋可以收到你嘅供奉，佢哋可以保佑你。以上呢啲行為對基督徒嚟講就係偶像崇拜。點解？因為你將祖先放咗喺神嘅位置上面，紀念、追思、敬祖呢啲係我哋可以做嘅。不過我哋仲有另一組詞，紀念就係回憶、懷念已故嘅親人，呢個係一種情感表達，唔涉及任何宗教崇拜。追思係回顧逝者嘅生平、品德同貢獻，表達感恩。教會裏面嘅追思禮拜就係呢個意思。我哋通過禱告、詩歌、分享嚟懷念逝者，同時將佢哋交託俾上帝。敬祖呢個係近年嚟華人教會提出嘅一個重要概念。敬祖嘅意思係我尊敬祖先、感恩祖先、傳承祖先嘅美德。不過我唔將祖先神化，唔向祖先祈求保佑，唔相信祖先可以干預我嘅生活。呢個就係我哋今日要講嘅核心原則：敬祖而不祭祖。點樣區分4個標準？咁點樣判斷一個行為到底係紀念定係祭祀呢？俾你4個標準。第一，睇對象嘅定位，你係將祖先當成普通人，定係當成有超自然能力嘅靈體？第二，睇行為嘅性質，你係喺度表達懷念同尊敬，定係喺度進行宗教崇拜同祈求？第三，睇信仰嘅預設，你係咪相信祖先嘅靈魂仲喺度？相信佢哋可以收到供奉，相信佢哋可以保佑你。第四，睇儀式嘅形式，你用嘅儀式係咪有明確嘅宗教象徵意義？譬如上香、燒衣紙、叩拜。記住呢4個標準，你就識得判斷啦。第二部分，我哋面臨嘅真實困境。好，概念搞清楚咗，
而家我哋傾下點解呢個問題咁難，點解我哋咁糾結。首先，最大嘅壓力來自屋企人。喺傳統華人社會裏面，祭祖就係孝道嘅核心表現。你唔參加祭祖，屋企人就覺得你不孝、忘本、掃典、忘祖，呢種指責真係好傷人。有啲弟兄姊妹因為拒絕上香，同父母大吵一場，甚至俾人趕出門口。有啲人俾成個家族排斥，話你信咗洋教就唔認祖宗啦。呢種痛苦我理解，你愛你嘅屋企人，你亦都愛主，但你發現呢兩者好似衝突咁。第二個困境係文化身份嘅危機。你可能會問自己，我信咗耶穌係咪就唔再係華人啦？我拒絕祭祖係咪就否定咗自己嘅文化根源？呢個問題唔只係你一個人喺度問，由明朝末年到而家幾百年來，華人基督徒都喺度問呢個問題。第三個困境係教會內部嘅意見唔統一。有啲教會話清明節你就唔好返屋企啦，免得試探。有啲教會話你可以去，但乜嘢都唔好做，企喺旁邊就得。仲有啲教會話你可以獻花，可以鞠躬，但唔可以上香。你聽咗一輪，更亂啦。到底應該聽邊個？呢個就係點解我哋需要返去聖經、返去神學、返去歷史，尋求一個清晰嘅答案。第三部分，聖經點講？好，而家我哋睇下聖經。聖經對呢個問題有冇明確嘅教導？有，而且非常清楚。第一，聖經要求我哋孝敬父母。出埃及記20章12節10誡嘅第5誡話：當孝敬父母，使你嘅日子喺耶和華你神所賜你嘅地上得以長久。孝敬父母係神嘅命令，而且呢個命令唔只係針對在世嘅父母，亦包括對已故父母嘅尊敬同懷念。以弗所書6章1到3節又話：你們作兒女嘅，要喺主裏聽從父母，呢個係理所當然嘅。要孝敬父母，使你得福，喺世長壽，呢個係第一條帶應許嘅誡命。所以孝道唔係儒家嘅專利，孝道係神嘅心意。基督徒唔係不孝，而係要用合神心意嘅方式嚟表達孝心。第二，聖經禁止偶像崇拜。不過10誡嘅第1誡同第2誡講乜嘢？除了我以外，你不可有別嘅神，不可為自己雕刻偶像，亦不可做乜嘢形象，仿佛上天下地同地底下水中嘅百物，不可跪拜呢啲像，亦不可侍奉佢，因為我耶和華你嘅神係忌邪嘅神。呢個係神最在乎嘅事情。神係獨一嘅真神，我哋唔可以將任何受造物，包括祖先，放喺神嘅位置上面。第三，聖經話死者唔可以接受供奉。申命記18章話不可交鬼、行巫術、過陰、問卜。點解？因為呢啲都係試圖同死者溝通，而神禁止咁樣做。傳道書9章5節話：活着嘅人知道必死，死咗嘅人毫無所知，亦不再得賞賜。佢哋嘅名無人紀念。呢節經文話俾我哋知，死者冇知覺，佢哋唔可以接受你嘅供奉，亦都唔可以保佑你。咁界限喺邊度？聖經嘅教導好清楚。第一，我哋要孝敬父母，包括已故嘅父母。第二，我哋唔可以將祖先神化，唔可以向佢哋獻祭祈求。第三，我哋唔相信死者可以接受供奉或者干預生者嘅生活。界限就喺度。尊敬可以，崇拜唔得；懷念可以，祈求唔得。第四部分，神學同歷史點講？好，聖經嘅原則我哋清楚咗，但係具體點樣應用呢？我哋睇下神學同歷史。神學角度，死者嘅狀態。由神學角度睇，基督徒相信人死咗之後，靈魂要喺主入面安息，要喺等候審判。無論邊種情況，死者都唔可以接受生者嘅供奉，亦都唔可以干預生者嘅生活。所以上香、燒衣紙、擺供品呢啲行為嘅前提，就係祖先可以收到，本身就已經錯咗。神學角度，禮儀嘅意義。神學仲話俾我哋知，禮儀嘅意義唔喺於形式，而喺於背後嘅信念。譬如話鞠躬，你喺教會向牧師鞠躬，表示尊敬，呢個冇問題。但如果你喺牌位前鞠躬，心裏面諗住求祖先保佑，咁就係崇拜啦。
所以同一個動作意義可能完全唔同，關鍵喺於你心裏面點樣諗，你相信乜嘢。歷史教訓：中國禮儀之爭。而家我要講一段歷史，非常重要。由17世紀到20世紀，天主教內部有一場大辯論，叫中國禮儀之爭。爭論嘅焦點就係祭祖到底係宗教崇拜定係民間習俗。耶穌會嘅傳教士，譬如利瑪竇，話祭祖係民間習俗，係表達孝道，唔係宗教崇拜，所以中國信徒可以參加。但係道明會同方濟各會嘅傳教士話唔得，祭祖就係偶像崇拜，必須禁止。呢場爭論持續咗300幾年，最後羅馬教廷喺1715年同1742年兩次下令禁止中國信徒參加祭祖儀式。結果點呢？中國皇帝好憤怒，禁止天主教喺中國傳教。天主教喺中國嘅宣教事業幾乎全部毀咗。但故事仲未完。1939年，梵蒂岡改變咗立場，話祭祖可以被重新詮釋為對祖先嘅尊敬，唔一定係宗教崇拜，所以華人信徒可以參加某啲儀式。呢段歷史話俾我哋知乜嘢？第一，祭祖問題唔係簡單嘅可以或者唔可以，需要仔細辨別。第二，如果教會一刀切咁禁止所有同祖先有關嘅行為，會造成巨大嘅文化衝突，反而阻礙福音傳播。第三，我哋需要喺持守信仰核心嘅同時，進行文化適應同創新。呢個就係點解今日華人教會提出敬祖而不祭祖嘅概念。我哋要分辨出一條既符合聖經又尊重文化嘅道路。第5部分，乜嘢可以做，乜嘢唔可以做。好，理論講完咗，而家係最實用嘅部分。清明時期，你到底可以做乜嘢，唔可以做乜嘢？可以做嘅事情，第一，獻花。你可以買一紮花放喺墓前，表達懷念。花係美好嘅象徵，冇宗教意義。第二，清潔墓地，除草、抹墓碑、整理環境，呢啲都係對祖先嘅尊敬，完全冇問題。第三，默禱。你可以喺墓前安靜咁禱告，感謝神俾你有咁樣嘅祖先，求神安慰屋企人嘅心。注意，你係向神禱告，唔係向祖先禱告。第四，參加追思禮拜。如果你嘅教會喺清明節期間舉辦追思禮拜，一定要參加。呢個係基督教化嘅祖先紀念方式。第五，分享祖先嘅故事，同屋企人同小朋友講下祖先嘅生平、品德、貢獻，傳承家族嘅美好傳統。第六，慈善捐贈。你可以用祖先嘅名義做慈善，譬如捐款俾孤兒院、養老院，呢個係更有意義嘅紀念方式。呢啲事情都係表達孝心同懷念，完全符合聖經。絕對唔可以做嘅事情係邊啲呢？而家講唔可以做嘅事情，呢啲事情基督徒絕對唔可以做。第一，上香。上香係典型嘅宗教儀式，代表向神明或者靈體獻祭，唔可以。第二，燒衣紙。燒衣紙嘅前提係相信祖先喺陰間需要錢，呢個係迷信，唔可以。第三，獻祭食物，擺供品，獻三牲，呢個係向祖先獻祭，將祖先當成神明，唔可以。第四，叩拜靈位，喺牌位前叩頭跪拜，呢個係宗教崇拜，唔可以。第五，祈求祖先保佑，無論係口頭講定係心裏面諗，只要你喺度求祖先保佑，就係將祖先當成神啦，唔可以。點解呢啲唔可以？因為呢啲行為將祖先放咗喺神嘅位置上面，違背咗10誡嘅第1誡同第2誡。另外，仲有一啲行為屬於灰色地帶，需要你自己辨別。第一，鞠躬。如果你鞠躬只係表達尊敬，心裏面冇崇拜嘅意思，咁可以。但如果你鞠躬嘅時候，心裏面喺度求保佑，咁就唔得啦。第二，擺放遺照。喺屋企擺放祖先嘅照片，作為紀念，呢個冇問題。但如果你將照片當成靈位咁拜，咁就唔得啦。第三，參加家族聚會、清明節、家族聚餐、掃墓，你可以參加，但係當屋企人進行祭祀儀式嘅時候，你要禮貌咁退埋一邊，唔參與嗰個環節。灰色地帶嘅原則係
睇你嘅動機，睇你嘅信念，睇你心裏面將祖先放喺乜嘢位置。第六部分，具體點樣做？好，清單你有咗，但係你可能仲喺度諗，我知道乜嘢可以做，乜嘢唔可以做，但係清明嗰日我具體應該點辦？點樣同屋企人溝通？第一步，亦都係最重要嘅一步，提前溝通，唔好等到清明掃墓嗰日喺墓地當住所有親戚嘅面話我唔可以上香，咁樣會令場面好尷尬，亦會令屋企人覺得你唔俾面。你要喺清明節之前喺個合適嘅時間單獨同父母或者屋企嘅長輩傾下。你可以態度溫和咁講：爸爸媽媽，清明節我想同你哋一齊去掃墓，我都好掛住爺爺嫲嫲，我想去墓地睇下佢哋，幫忙打掃下。不過因為我嘅信仰有啲儀式我可能冇辦法參加，譬如上香、燒衣紙，我可以獻花，可以幫忙清理墓地，亦可以喺心裏面默默向神禱告。我希望你哋可以理解。注意幾個要點：第一，強調你想參加，唔好令屋企人覺得你唔想去、唔在乎。第二，講明你嘅信仰立場，但係語氣要溫和，唔好話嗰啲都係迷信，咁樣會傷害屋企人嘅感情。第三，提出你可以做嘅事情，令屋企人知你唔係乜嘢都唔做，你只係用唔同嘅方式表達孝心。第四，請求理解，用請求嘅語氣，唔好用對抗嘅語氣。清明節嗰日，你到咗墓地點辦？第一，積極參與非祭祀嘅部分，除草、抹墓碑、擺花，呢啲你都可以做，而且要主動做，令屋企人見到你嘅誠意。第二，當屋企人進行祭祀儀式嘅時候，禮貌咁退埋一邊，你可以話：我喺旁邊等你哋，唔好企喺度批評，亦唔好一臉不屑，就係安靜咁企喺旁邊。第三，默默禱告，你可以喺心裏面向神禱告，感謝神俾你有咁樣嘅祖先，求神安慰屋企人嘅心，亦求神俾你智慧同勇氣。第四，參加家族聚會，掃墓之後通常會有聚餐，你要參加，呢個係表達家族歸屬感嘅好機會。記住，你嘅目標唔係同屋企人對抗，而係喺持守信仰嘅同時，盡可能咁表達孝心同家族歸屬感。你可能會問：如果我溝通咗，但係屋企人仲係唔理解，仲係鬧我不孝，點辦？呢個確實好難。但係我要話俾你知幾件事。第一，持守信仰係你嘅底線，無論屋企人點講，你都唔可以違背神嘅誡命。上香、燒衣紙、叩拜，呢啲你唔可以做。第二，你要用愛同耐心嚟回應，唔好同屋企人嘈交，唔好講傷害佢哋嘅說話。你可以話：我知道你哋唔理解，但係請俾多少少時間我，等我用我嘅方式嚟表達孝心。第三，用行動證明你嘅孝心，平時多關心父母，多陪伴佢哋，令佢哋見到你信主之後變得更孝順咗，唔係更不孝。第四，為屋企人禱告，求神軟化佢哋嘅心，亦求神俾你智慧同力量。記住，改變唔係一日發生嘅，你嘅屋企人可能需要幾年嘅時間先可以理解你，但係只要你堅持用愛同耐心嚟對待佢哋，終有一日佢哋會見到你嘅信仰係真實嘅。教會可以做乜嘢？最後，我想對教會嘅牧者同同工講幾句說話。第一，請喺清明節之前做好教導，唔好等到信徒已經同屋企人嘈咗交先嚟處理，提前講道、開小組、發手冊，將原則講清楚。第二，如果可以，請根據自身情況舉辦追思禮拜，俾信徒提供一個基督教化嘅祖先紀念方式，令佢哋知我哋唔係唔紀念祖先，我哋只係用唔同嘅方式。第三，請俾面臨困難嘅信徒提供支持。有啲信徒因為呢個問題同屋企人關係破裂，佢哋需要輔導、需要禱告、需要陪伴。第四，請喺教會內部促進對話。唔同嘅信徒可能有唔同嘅做法，唔好一刀切，要尊重差異，但亦要建立基本共識。祭祖問題唔只係個人嘅問題，亦係成個教會需要面對嘅問題。好，我哋就嚟結束啦。等我嚟做個總結。基督徒可以掃墓嗎？答案係可以，不過要用合神心意嘅方式。我哋嘅核心原則係敬祖而不祭祖。敬祖就係尊敬祖先、感恩祖先，
懷念祖先、傳承祖先嘅美德，呢個係孝道，係神喜悅嘅。不祭祖就係唔將祖先神化，唔向祖先獻祭，唔祈求祖先保佑，因為只有神配得敬拜。可以做嘅事情：獻花、清潔墓地、默禱、追思、禮拜、分享故事、慈善捐贈。唔可以做嘅事情：上香、燒衣紙、獻祭食物、叩拜靈位、祈求保佑。灰色地帶嘅事情：鞠躬、擺遺照、參加聚會。睇你嘅動機同信念，需要自己分辨清楚。我知道呢條路唔容易行，你可能會面臨屋企人嘅唔理解，會面臨社會嘅壓力，會面臨內心嘅掙扎。但我要鼓勵你持守信仰，同時用愛同智慧嚟對待屋企人。你唔係不孝，你只係用唔同嘅方式嚟表達孝心。你唔係忘本，你只係知道真正嘅根源喺邊度。仲有，我要話俾你知，你唔係一個人喺度戰鬥。幾百年來，無數嘅華人基督徒都面臨過呢個問題，佢哋行過嚟啦。今日仲有千千萬萬嘅弟兄姊妹同你一樣喺呢條路上努力。最後，我想用一節經文嚟結束今日嘅分享。馬太福音10章37節，耶穌話：愛父母過於愛我嘅，不配作我嘅門徒。但係耶穌亦話當孝敬父母。呢兩句說話唔矛盾。主耶穌要我哋將神放喺第一位，但同時亦要我哋孝敬父母。關鍵喺於我哋要用神喜悅嘅方式嚟表達孝心。好，今日嘅分享就喺度。如果呢個視頻對你有幫助，請點讚分享，俾更多面臨同樣困境嘅弟兄姊妹見到。如果你有任何問題或者想分享你嘅經歷，歡迎喺評論區留言，我哋一齊討論。願神賜俾你智慧同力量，令你喺呢個清明時期既可以持守信仰，又可以表達孝心。我哋下期再見，願上帝祝福你。